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健康好朋友，欢迎回到我们关注健康与养生的园地。今天我想用比较深入且慎重的态度，跟各位聊聊一个让许多台湾家庭闻之色变的话题，那就是关于大脑的健康以及如何预防失智症。我们都知道，随着年纪增长，身体各个器官难免会出现老化的迹象。但最让人感到恐惧的，往往不是腿脚不灵便或是视力模糊，而是大脑功能的退化。失智症这个疾病最可怕的地方，在于它是一个漫长且残酷的过程。一旦发病，目前的医学手段往往很难将其完全逆转，病情通常只会随着时间推移而越来越严重。这不仅仅是遗忘钥匙放在哪里这么简单，而是逐渐忘记自己最亲爱的家人，甚至忘记自己是谁。这对于患者本人以及负责照顾的家属来说，都是极其巨大的身心折磨。但是，请大家不要因此感到绝望，因为现代科学研究已经证实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，那就是透过正确的饮食方式，竟然能将失智症的发病风险直接降低53%，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，意味着我们手中其实握有改变命运的主动权。很多人听到补脑，第一反应可能就是传统观念中的以形补形，觉得大脑长得像核桃，所以要叛命吃核桃来补脑。但今天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可能会让您大跌眼镜的真相。在国际公认预防失智症的10大食物排行榜上，大名鼎鼎的核桃虽然榜上有名，但也只能屈居第3。而那个打败核桃荣登榜首，被誉为真正的脑黄金的食物，竟然是我们台湾传统市场里最便宜、最不起眼，甚至很多人平时看都不看一眼的常见蔬菜。这第一名到底是谁？这10种食物到底要怎么吃、怎么选、怎么烹调，才能真正发挥预防大脑退化的功效呢？在今天的分享里，我将会把这些疑问一次讲清楚，为大家带来一份老年人必看的大脑回春指南。我们就从第10名开始，一步步揭开这些护脑神物的神秘面纱。首先，第10名是黑巧克力。请注意，我们这里强调的是黑巧克力，绝对不是便利商店加上那种甜得发腻、加了大量糖分和奶粉的牛奶巧克力。为什么黑巧克力能上榜呢？因为它里面含有一种非常珍贵的天然化合物，叫做黄烷醇。这可是个好东西。在医学上，我们发现黄烷醇就像是大脑血管的疏通剂，它能有效地促进大脑的血液循环，血管通畅了，就能让更多的氧气和养分源源不绝地输送到脑细胞里去。大家试想一下，如果大脑长期缺氧缺血，反应能不慢吗？认知功能能不退化吗？但是吃黑巧克力是有讲究的，一定要学会看营养标示，选择低糖且可可含量高的产品。包装上标示的可可含量至少要在70%以上，如果能接受85%的会更好，因为糖分摄取过多反而会造成身体发炎，抵消了原本的好处。至于摄取量，不用多，每天吃1小块，大约20到30克就足够了，不用把它当饭吃，就把它当成下午茶的一点小点心，既能满足口腹之欲，又能保护大脑。接着我们来看第9名，那就是咖啡。我知道很多台湾朋友有早上喝一杯咖啡的习惯，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护脑习惯。咖啡不仅能提神醒脑、提高注意力，更重要的是它富含大量的抗氧化物。这些抗氧化物就像是保镖一样，保护我们的脑细胞不被自由基这个坏蛋攻击，从而减慢认知的退化。而且咖啡的好处真是数不胜数，适量饮用不仅护脑，还能保护心血管，甚至有研究指出能降低糖尿病和某些癌症的风险。
但是这里有个巨大的陷阱，大家经常踩。很多朋友喝咖啡，那是加了厚厚的一层奶精，又放了2大司糖。这时候您喝的根本不是咖啡，而是糖水和反式脂肪。长期这样喝，不仅不能补脑，还可能导致3高问题。大家喝咖啡最好是喝黑咖啡，如果真的不习惯，可以加一点碘全脂鲜乳，每天2到3杯，大约400毫克的咖啡因是比较合适的量，过量则可能导致心悸或失眠。接下来第8名是姜黄，它在医学界被称为天然的消炎醇。提到姜黄，可能有些朋友觉得陌生，但如果您吃过咖喱饭，那个黄澄澄的颜色就是姜黄富余的姜黄里的核心成分叫姜黄素，这在现代医学界可是各大红人。它的主要本事就是抗发炎，现在的研究发现失智症的一个重要成因就是大脑里长期的慢性发炎。这种发炎反应就像是大脑里的一把慢火，慢慢的烧坏脑细胞，导致大脑衰老。姜黄素能直接降低这种发炎反应，保护大脑免受损伤。但是要注意，姜黄素虽然好，但它的生物利用率很低，也就是说它很难被人体吸收。如果您光吃姜黄粉，可能吃进去多少就排出多少，完全浪费。那要怎么解决呢？必须搭配黑胡椒和油脂并加热食用。黑胡椒里的一种成分叫胡椒碱，能把姜黄的吸收率提升好几百倍。而姜黄素是脂溶性的，需要油脂带路才能进入血液，所以最简单又美味的方法就是每周给家里做1到2次咖喱饭。记得做咖喱的时候多放点洋葱、马铃薯，再加点黑胡椒，这样既是美味佳肴，又是护脑良药。第7名是绿茶，它是大脑的清道夫。台湾是茶叶王国，喝茶对我们来说再熟悉不过了。绿茶里有一种很强的物质叫儿茶素，这东西是强力的神经保护剂，它能帮我们清除大脑里那些有害的蛋白沉淀。要知道，阿兹海默症患者的大脑里往往就是堆积了很多种类淀粉、蛋白、斑块，这些就像是大脑里的垃圾，阻碍了神经讯号的传导。而绿茶里的儿茶素能帮助减少这些堆积。此外，绿茶里还有一种独特的茶氨酸，喝了绿茶人会觉得放松，但又很清醒。这就是茶氨酸在起作用，它能促进大脑产生 alpha 波，这个种脑波与放松专注的状态有关，能对抗潜在的脑损伤。很多老茶客喜欢用滚烫的开水泡茶，其实这会破坏绿茶里的活性成分，建议大家用摄氏80度左右的水温去泡，而且别泡太久，以免是出过多单凝酸伤胃。每天2到3杯清淡的绿茶，比喝什么含糖饮料都强上100倍。接着我们介绍第6名，就是常见的西兰花，也就是我们台湾常说的青花菜。大家在菜市场常看到青花菜，可能觉得它普普通通，但它可是蔬菜界的皇冠。青花菜富含一种叫萝卜硫素的物质，这东西很神奇，它不是直接去修补大脑，而是像一把钥匙，启动了人体细胞自身的防御和修复机制。它能提高身体的解毒能力和抗氧化能力，让大脑环境保持干净健康。但是大家烹调时千万别把青花菜煮得烂烂的，那样营养都流失了。萝卜硫素非常怕热，最好的吃法是洗干净后，水开了进去快速汆烫一下，看到颜色变翠绿了就赶紧捞出来，这时候口感脆脆的最好。您可以加点蒜末，淋点优质酱油或者橄榄油，这样吃既爽口又能最大程度保留萝卜硫素。这里有个小秘诀，切开后放置几分钟再煮，这咀嚼得细一点，有助于让蔬菜里的酶转化出更多的萝卜硫素。第5名是鸡蛋。说到鸡蛋，
我得先帮他平反一下。很多老年人怕胆固醇高，只吃蛋白，把蛋黄扔了，这简直是买椟还珠，把最宝贵的东西扔掉了。鸡蛋黄虽然含有胆固醇，但它也是胆碱最丰富的天然来源之一。胆碱是什么呢？它可是合成乙烯胆碱的关键原料。大家的记忆力好不好？大脑反应快不快？全靠乙烯胆碱这个神经传导物质在传递信号，原料不足，信号怎么传？就像手机讯号不好一样，讲话断断续续。所以经常吃鸡蛋可以提高记忆力，预防认知衰退。而且现代营养学已经证实，食物中的胆固醇对血液中胆固醇的影响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大，人体自身也会合成胆固醇。建议大家每天早餐吃1到2个鸡蛋，水煮蛋、蒸蛋是最好的，最好少吃那种油炸的荷包蛋，因为高温油炸不仅破坏营养，还会产生过氧化物。水煮蛋不仅能提供1上午的能量，更为你全天的高效思维打好基础。第4名是莓果类，像是蓝莓、草莓、桑葚等。上了年纪，身体容易生锈，这个锈其实就是氧化反应，而蓝莓、草莓这些色彩鲜艳的果子就是超级抗氧化剂，它们含有大量的花青素，这是一种强大的抗氧化剂和抗发炎剂，它能直接穿过血脑屏障，保护我们的神经不被氧化损，还能改善神经信号的传导。虽然在台湾蓝莓多半仰赖进口，价格稍高，但现在超市都有卖冷冻蓝莓，营养价值其实不输新鲜的，或者我们台湾本地产的桑葚也是非常棒的选择。每天吃1小把蓝莓或者几颗草莓，不仅护脑，还能护肤。它们丰富的维生素 C 能保护胶原蛋白，延缓衰老。这绝对是一笔稳赚不赔的健康投资。第3名，终于讲到核桃了。核桃仁长得确实像个大脑，核桃在补脑方面确实很有名，这不是迷信，而是有科学依据的。核桃富含维生素 E、抗氧化剂，还有植物性的 Omega-3 脂肪酸。美国罗许大学医学中心专门做过研究，发现每天坚持吃大约40到50颗，也就是4到5颗大核桃的中老年人，他们的认知衰退分数显著减慢，大脑比同龄人年轻了好几岁。不过核桃虽然好，但油脂含量不低，热量很高，千万别抱着罐子吃个没完，吃多了容易发胖。建议大家把它当成零食，或者把核桃仁剥碎了撒在你的燕麦粥或者沙拉里，这样每天吃一点，细水长流，效果最好。第2名是深海多汁鱼类，譬如鲑鱼、蒸鱼、秋刀鱼、沙丁鱼，这些在台湾我们很幸福，这些鱼类都很容易买到，特别是蒸鱼和秋刀鱼，价格亲民，营养又高。它们富含 DHA，DHA 是构成我们脑细胞膜的核心成分，这就好比盖房子需要的砖头和水。我们的大脑没法自己高效的合成 DHA， 必须得从食物里吃进去。如果您不吃鱼，大脑就缺乏维护其流动性和完整性的材料，信号传导就会出问题，就像电线老旧接触不良一样。建议大家每周至少吃1到2次深海鱼，烹饪方式一定要清淡，清蒸或者慢烤最好，千万别油炸。高温油炸不仅破坏 DHA， 还会产生有害物质，那就得不偿失了。最后我们要揭晓第1名了，那就是绿叶蔬菜。是不是有点不敢相信？这不就是传统市场里几把几10块钱的青菜吗？没错，大量的科学研究结果已经证实，在所有食物中，长期有归绿地，吃绿叶蔬菜对延缓大脑衰老、保持头脑清醒的帮助是最明显的。大家千万别小看这一把，菠菜
芥蓝、地瓜叶或者 A 菜，它们简直就是大脑的综合维生素库，它们集多种营养素于一身。第一，富含叶酸，叶酸不足会直接导致大脑功能退化，增加中风和失智的风险。第二，富含维生素 K， 这是很多其他食物里没有的。维生素 K 对神经鞘的健康至关重要。第三，富含叶黄素和抗氧化剂，这些营养素不是单打独斗，而是从多条通路一起作用，给大脑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。虽然绿叶菜常见，但我发现很多台湾的老年朋友吃得远远不够，有的觉得青菜没味道，爱吃红烧肉；有的觉得牙口不好，嚼不动青菜梗；还有的一煮就煮得太烂，把营养都煮没了。从今天起，听我一句劝，把深绿色的蔬菜片成你餐桌上的主角，菠菜、芥蓝、空心菜、地瓜叶、油菜，换着花样吃，量要足。每天至少要吃1碗熟的绿叶菜，请注意是煮熟后的1碗，颜色越深，通常营养价值越高。烹饪要快，急火快炒，或者水煮后淋油，别炖得烂乎乎的，保持一点脆度，营养才留得住。现在大家知道了这10大护脑食物，是不是觉得心里有底了？这其实就是国际上推崇的麦德饮食的核心精神。但是这里我要给大家提个醒，饮食是基础，但绝对不是全部。如果您天天吃蓝莓、吃鱼，但是天天躺着不动，熬夜也不跟人说话，这个失智症还是可能会找上门。真正护脑是一个综合体系，除了吃，以下4点大家必须配合着做。第一，动起来，给大脑供氧。大家要保证每星期至少有15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。什么叫中等强度？就是快走、游泳、跳广场舞，做到身体微微出汗，说话有点喘，但能说完一句整话。这个强度最好。运动能促进大脑分泌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，这就好比给大脑施肥，让脑神经长得更茂盛，还能长出新的神经连结。第二，睡好觉，给大脑洗澡。睡眠太重要了，深层睡眠是大脑清理代谢废物的黄金时间。我们的大脑里有一套淋巴交质系统，白天大脑工作产生的垃圾全靠晚上睡觉的时候排出去。如果长期失眠、熬夜，垃圾堆积在脑子里，脑子能好使吗？一定要保证7到8小时的高质量睡眠。如果有睡眠障碍，一定要寻求医师协助。第三，多社交，给大脑找事做，这一点特别关键。不要退休了就闷在家里看电视，要去学习新技能，学画画、书法，或者学做个新菜，保持阅读习惯。最重要的是积极参与社交活动，多跟老朋友聚会，多跟年轻人聊天。每一次交流，每一次学习，都是在刺激大脑形成新的神经连结。这就是在建立大家的认知储备，储备越多，越能抵抗大脑的损伤。第四，控指标，给大脑减负，一定要严格控制血压、血糖和血脂。这些慢性病如果控制不好，会直接损伤大脑的血管，加速认知衰退。所以久病床前无孝子，为了自己，也为了儿女，一定要把这些指标管好。定期去医院检查，按时服药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的分享内容比较多，因为我真的希望能把这件事讲透。今天分享的内容都很重要，为了方便大家记住，我们再一起来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。第一点，10种预防失智症的食物，请务必加入您的菜单。第一名，绿叶蔬菜，如菠菜、芥蓝等，它们是大脑的综合维生素库。第二名，深海多汁鱼类，三文鱼、蒸鱼等，它们能补充 DHA。第三名，核桃，每天吃4到5颗，抗氧化补脑。第四名，莓果类，蓝莓、草莓等，
它们能防大脑氧化生锈。第5名，鸡蛋，它能补充胆碱，增强记忆力。第6名，青花菜，它能启动细胞修复机制。第7名，绿茶，它能清除脑部垃圾蛋白。第8名，姜黄，它能抗发炎。第9名，咖啡，提神抗衰老。第10名，黑巧克力，促进脑部血液循环。第2点，光吃还不足够，还有4点注意思想，大家要记牢：一是饮食只是基础，真正防失智还得靠综合调理；二是动起来，每周至少150分钟有氧运动，快走游泳，刺激脑神经生长；三是睡好觉，保证7到8小时高品质睡眠，这是大脑清理废物的黄金时间；四是多用脑多社交，学新技能，多读书，建立认知储备。5是抗指标，严格控制高血压、高血糖、高血脂，别让慢性病伤了大脑。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，请别忘了给我们点个赞，并分享给您身边有需要的朋友们，特别是家里的长辈，让大家一起头脑清晰、健康长寿，享受美好的晚年生活。最后，我想问大家，这10种食物里，您平时最爱吃哪种？或者您有什么独家的护脑小秘方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给大家。您的一个分享，可能就能帮到另外一位朋友，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道路上互相扶持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